是能跟我同台较量，他说刚一起打球，他说他很高興。假的，对不起啊，你想最后从头都凑不在一起。那所以这个問題我就陸哥說他很難，我不去打這個電話。陸哥，就陸哥說 OK 好啊。幹你呀，陸哥不要這樣子，幹你呀，陸哥什麼？所以陸哥說幹你呀，他說他沒意見，他說 OK 啊，所以我們到他那陸哥幹你。陸哥有講什麼話？你講。OK， 這個事情我就解決掉，今天他們兩個之間的問題。他們兩個是誰啊？他們倆是你跟陸哥啊？好，那我就不講了。那我馬上到楊總那邊。他們倆是誰啊？他們倆幹你！他們兩個是誰啊？他們倆誰啊？我跟陸哥是從沒有問題，好不好？你講這話什麼？我跟陸哥之前從來沒有問題，好不好？沒有，不多事。好，我是對不起，我電話。我跟陸哥之前從來沒有問題，好不好？我要掛要怎麼掛呢？你先掛的。你先掛掉。我跟陸哥之前從來沒有問題，好不好？你有病？我有病，哎，我有病，我確實有病，好不好？我跟陸哥。從來跟陸哥之間沒有問題，好不好？可是我要講，陸哥，我已經2年半沒有打他的隊了，可是他沒有反應，他沒有反應哦，我講實話。啊？沒有。沒有反應，對不起哦，小弟哦，幹你啊！很多人找我，好不好？沒有，沒有講，可是小弟2年半，我給他，我應該想說，看你這個團體，我已經很歡迎他，他的團體我已經很不高興了，那他。沒辦法，算了，我想說算了，所以我想說，哎，那我們現在去現場這邊啊，哎，所以我跟你講，人以為你不要讓心情這樣。對啊，沒錯，沒錯。我講實話就沒錯，我講實話，幹掉，我是很重，就這樣，很重我的心情啊！他媽的，你比我大，最好你比我大，我想說最好你比我大，因為陸哥是我很敬重的大哥，我想說，因為。我進來這團體，陸哥是很照顧我。我講實話，我沒有，陸哥是很照顧我，真的。所以他講話我也沒有反駁他。對不起啊，他的團體我覺得我越來相處越不高興。對不起啊，但是算了，不要勉強嘛。因為那個團體我覺得。
為什麼那景哥他是親一親，你知道嗎？景哥是他去年跟我講，去年啊，他跟我講說，應該到對啊，去年啊，一年，當然是之前有找我。在生意裡面，他跟我講過幾次，你知道嗎？他親自跟我講，親自6、7、4、8、4，靜哥跟我講7、8、9、40。就我想說就是交易，我想說他這樣，我怎麼去记得要打球？我会球可以打球，重点是今天没找我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他找我以后，我知道，我要怎么回应他？对。所以你可以考量我的狀況，因為我跟你講，我講說啊，因為他去年啊，他跟我講，這個我講他是要我嘛，然後他就跟我講，就是我講說，哎，我就沒辦法，去年跟我講，然後呢。來打球跟我講，我就是7、8、4，那我怎麼辦呢？那我怎麼辦呢？對啊，所以我今天陪你來養。我想說，看你啊，你最大我最大，你媽的最好你比我大，好不好？你就來這裡養素芳。我已經拖到超過，我已經拖過楊淑芳那7點，因為他媽媽有空。對，我知道，我已經拖過他的店，他狀況。你跟我講，我拖入的時間，我今天還是拖入還在啊。今天我講，你要做还是不要了解。楊淑芳，我了解啊。我可以不是你，我跟你講，你帶我來這邊喝酒，我禮貌，我可以到西門町，我可以了解。你上次到我這個店，其實我想，那個店就是楊淑芳是我們共同朋友，我了解了。他們家裡有個狀況，他還是要開店，但是不容易啊。我想說啊，不容易。我想不容易啊，所以大家就去體諒一下。對啊，對吧？我本來想說，要不然到西門喝酒。那西門那喝酒我記得沒有？我花這個錢。對。今天我跟你講，你也不在意這個，你懂嗎？就如同你帶我到這個地方，很簡單嘛。這個女的，你跟她認識這麼多年，她賺這個。更不在意這個，他要收，你懂意思吧？所以我今天講說，我今天來喝，你我都不在乎花多少錢，知不知道？不在乎這個東西。我今天他媽路邊喝酒，你也爽，就這樣子，對不对？我今天花10萬。我在路邊花2萬，那不重要，對吧？哎，真的，哎，我們現在道路的。